又到聖誕，聖誕除咗聖誕老人出名之外，仲有火雞，考未啊？火雞係12月真係紅到連火雞姐都有獎拎。火雞姐喺 YouTube 嘅火雞姐 Channel 勁受歡迎，令佢成為網絡紅人，更帶致佢喺今年嘅月中拎獎，勁啊！有好緊張啦，但係又好興奮，因為首先一個 YouTube Channel 過10萬訂，其實本身我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喺短期時間裏邊可以過到呢個訂閱人數係即係我自己想象以外嘅。嚟緊12月中度啦，因為佢係過咗10萬訂閱嘅一啲 YouTuber 咧，咁佢就會去領獎，咁樣就會喺 Google 去頒一個獎俾你，上面係有翻你 channel 嘅名咁樣，所以就好開心有機會可以攞獎。有獎拎，火雞姐第一個諗起嘅並唔係佢男朋友阿聰，而係佢自小照顧佢到大嘅公公婆婆。我照住有攞獎嗰陣時啊，YouTube 嗰邊有人聯絡啦，咁我即刻都係諗起帶我公公去睇，咁佢咧見到我攞獎，咁可能佢都好開心。同男友阿聰拍拖4年幾，每次火雞姐有特別嘅 event， 阿聰一定喺現場，包括今次女友第一次搞嘅粉絲聚會。我冇問佢有幾多人，我都估唔到，我以為好細啊，咁樣10零20個喺度食嘢，但係原來一嚟到嘅時候，佢哋已經喺度玩晒遊戲，好開心。我今日嚟係有第二個職責，就係接佢收工嘅，係一個司機嚟嘅，係。阿聰，你已經係火雞姐嘅男朋友啦，仲講咩司機啊？